醫生轉介紹嘅case，我哋做好多啦。本身普通科嘅醫生睇完啲病人有需要知道自己身體個情況嘅，咁佢會叫我哋嚟幫佢哋驗某啲嘅指標。咁如果一般嘅客人可能定期都想知道自己個身體狀況喎，我哋就有一啲叫做定期檢查，我哋都會做嘅。一啲叫做定期年檢咁樣啦，我哋都有啲 package 咧，就樣樣嘢都會幫佢做啲篩檢，睇下會唔會有一啲嘅叫做亞健康嘅情況出現啦，會唔會有某啲指標已經係可能高咗啦，需要到即係控制下飲食啊，控制下其他嘅運動啊，諸如此類咁樣。一般譬如身體個部分嘅指數啦，例如血糖啦、血脂啊，或者膽固醇啦，一啲嘅肝功能嘅指數啊、腎功能嘅指數，其實咧醫學上面咧沿用咗都好耐，超過百年。X 光呢啲嘅科技亦都係一個好成熟嘅科技。咁其實咧已經係可以好足夠咧去幫一啲病人咧去診斷出自己身體咧有冇特別嘅大問題。嘅一啲嘅化驗所同國內嘅朋友咧都可以做一啲嘅檢測嘅。咁如果佢哋有機會落到嚟香港旅遊啊，或者係探親嘅時間，亦都可能想檢查下自己身體，可以歡迎嚟我哋化驗所嗰度係做一啲基本嘅檢查。